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睇下部最新嘅安博盒子12代，教埋大家點樣簡單設定同用盡佢啲功能。首先，第一步記得連咗屋企個 WiFi 先，用遙控器向上移，會顯示網絡設置，揾返你個 network，打密碼就搞掂，快靚正。呢度見到有精彩視頻、應用市場同埋更多應用和 YouTube。入到精彩視頻，你會見到所有 UP 官方 App。我喺度有個小建議俾大家，主力用官方 App 就最好。點解？因為官方 App 基本上已經包晒你所有嘅娛樂需要。呢度會見到有4個 UP 嘅官方 App 嘅軟件，第一個係 UP Live 3.0，第二個係 UP 影視，第三個係 UP Live，第四個係 UP 回看。喺安博盒子呢度主要都係用呢4個 App 就足夠滿足大部分嘅影視娛樂內容。你看着俺幹啥呀？該忙啥忙啥去。你說的啥話呀？嘿，咋會沒用呢？多點白菜餡，待會兒包餃子。我喺我呢度打開呢個 UP Live 俾大家睇一睇，裏面係點樣操作，同埋有啲咩嘢直播頻道。裏面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國家嘅直播頻道，包括美國、加拿大、歐洲、南美、亞洲、香港、大陸等等。俺這個人呐，笨，不像你腦子活，也比不上楊默有學問。大小受窮，俺爹被別人打死了，俺娘領着弟弟改嫁了。要不是他，俺早就死了。俺這一輩子渾渾噩噩的，就知道賣傻力氣。這胳膊跑了，也不跟俺了。廠長這麼一走啊，俺都想明白了。這腦子從來就沒這麼清楚過。俺知道，俺不想搶，俺搶不過你們。可你，就讓俺試試。俺就想試試。俺這一輩子，還沒有試過一件事。喺呢度特別提一下，對三藩市灣區嘅華人嘅好消息，就係喺安博盒子呢度嘅直播頻道，喺美國頻道裏面係有呢個灣區收埋小灣丘華人電視台 KTHR26台都包含喺裏面。有資料顯示灣區嘅具體受影響人數。Cloudflare 行政總裁喺致員工信入邊強調，今次裁員同業績無關，亦都。你會從呢個畫面上面睇到呢個直播頻道跳台轉台係非常之快嘅。歡迎收睇呢一節新聞。房協主席凌家勤話：喺呢度打開呢個 UP 影視睇一睇，打開之後你會見到裏面有唔同嘅選擇，有電影啦、電視劇啦、綜藝啦等等。當進入呢個電影即電視劇裏面嘅操作畫面分咗種類、地區、年份，左邊對上面有一個選擇係搜索，係搜尋你喜歡睇嘅電影或者係電視劇。不管你係喺電影、電視劇、綜藝、兒童節目等等裏面嘅界面，操作方式都大致上係一樣。另外仲有一個可以提及嘅，就係叫做秘密影院，裏面有關於成人內容嘅影片都可以喺裏面睇到。
呢個安博嘅使用介紹就到此為止啦。